你好，歡迎收聽寵物生活觀察手記，我係主持人 Melody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狗主人咧好容易忽略，但係其實好重要嘅主題，點樣知道你隻狗隻眼睛出嚟問題？第一節咧係狗狗唔會講，但係眼睛會講嘅。有冇試過你見狗仔成日孭隻眼，又唔肯望你，又或者佢成日滴眼水，好似眼屎特別多？其實狗狗嘅眼睛一有事，佢身體會俾好多信號你。幾個常見嘅症狀包括成日眯眼，唔敢張開有可能係角膜損傷或入咗塵；眼睛泛紅、血絲明顯嘅；結膜炎、眼壓高、眼屎變黃變黏、有異味、細菌或者病毒感染；一邊瞳孔特別大或者唔同大話，青光眼風險，需要即時冇獸醫。咁係 OK 就第二節咧，流眼水唔一定代表感動，狗狗流眼水咧，其實好多時唔係感性，而係有事。最常見嘅原因係鼻淚管阻塞啦、睫毛倒生、長毛遮眼、過敏反應嘅，特別係白色狗狗，例如貴婦犬或馬爾濟斯，眼淚印會變得啡紅色，非常明顯。我自己屋企嗰隻狗 Purple 咧，就試過長期有冇淚痕啦，原來係冇咗毛刺住眼角，剪短嘅就冇事，後尾再加少少魚油同補佢清潔，情況穩定咗好多。咁第三節咧，即係邊啲情況咧需要即刻睇醫生，唔好睇住眼紅就滴少少眼藥水就算。以下幾個情況啊，真係唔可以拖眼睛突然間突出咗，好似腫咁，分泌物變成黃綠色帶臭味，眼內出血，突然間撞牆，唔識避障礙物，好似視力退晒，瞳孔唔對稱或者邊嘅反應，係遇到以上情況咧，應該即刻去睇醫，唔好自己亂用藥。咁第四節，平時點做眼睛健康檢查？你可以每個星期做一次簡單檢查。咁隻黑咗眼咧，係有金燭紅，有異常反光，瞳孔反應係咪一致啦？留意嘅會唔會成日咁眼搖頭，甚至唔敢開眼？每日幫佢抹眼角，保持眼周清潔，特別係長毛狗，要記得修剪嘅眼毛。咁如果你想再進一步咧，可以加翻啲護眼營養素，例如深海魚油啦、葉黃素啦、蝦紅素咧，都係好幫手啦。咁結尾。今日講咗咁多，其實重點係一樣㗎，狗狗講唔出嚟，但係你觀察得多，自然會知佢有啲唔舒服。如果你鍾意今集內容，記得訂閱寵物生活觀察手記。下集我哋會講一個好得意嘅問題：狗狗見到世界係黑白定彩色？我係 Melody，下次見。